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我看经济学家马光远和经济学家任泽平又发表了关于现在楼市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很有意思啊。受3月份上海二手房小阳春影响，现在很多专家、经济学家甚至什么高盛纷纷的开始看多楼市。现在看多的人似乎越来越多。我们先看看马光远他的观点。我记得前不久马光远他已经发表过了，大概4月初的时候说一线城市已经稳住了，但是我们还做过节目是吧，解读过。那这一次他又说了一线城市是稳住了，但是未来只有20%的房子算资产。他这个标题，他的观点看上去还是值得商榷的，应该是能够接受。也就是未来只有1/5的房子算资产，剩下的4/5的房子严格意义上不能叫资产。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看看他主要观点，他的内容我来复述一下马光远老师他的观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年房地产市场这个3月份北上广深包括一些强2线城市二手房交易量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一个行情，北京是接近2万套，上海接近3万套，广州超过1万套等等，就是数据，这些数据都是超过了这些城市本身的一个荣枯线。特别是上海超过3.1万套这么一个交易量，创了5年历史以来的新高。这个5年新高，它是因为统计口径发生了一些变化，连车库都算一套。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车库算一套房子有没有影响，但是总之这个统计口径反正发生了变化。或者我们退一步说，就不算车库的影响，3.1万套也不多，比去年也就多了1000多套，远远谈不上什么火爆。北京的这个数据呢，是创了近15个月以来的新高。这马光远老师说，他说我们可以讲北上广深和强一线的小阳春基本上确立，就是1个月的数据，也就是改变三观。你说上海勉强成立还能说得过去，数据上看是那么回事，但是北京、广州、深圳就很难说。为什么呢？你到了4月份，基本上数字就难看了。这马光远他也承认，他说大家说3月份是一个特殊情况，那我们也来看看4月份。4月份从现在来看，整个交易量仍然是保持了一个3月份差不多的一个行情，也就是说这个热度仍在持续。特别是我们如果从价格去看，大家会发现3月份的时候，北上广深的新房也好，还是二手房也好，环比都开始上涨了。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主要看二手房市场，一线和主要城市二手房有没有启动。因为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对整个市场来讲，它的标杆意义非常明显。所以现在我们来看量，也就是成交量创了近几年新高，那说的是上海嘛，其他城市没有创什么新高，上海这个量都是在这个荣枯线以上。第二个说价格也开始反弹了，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是不是说明目前整个中国房地产是不是反弹了？马光远说，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中国房地产市场跟过去不一样了。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同，过去当我们讲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时候，似乎是成立的，为什么只要某一个北上广深启动，其他的都会启动？但这次绝对不会。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市场北上广深热点城市在启动的同时，大量的3、4线城市恐怕也在底部趴很多年。所以有人讲这叫分化，但是马光远老师认为，他说这个用分化这个词还是不准确的。也就是说，像过去一样鸡犬升天的局面基本上不可能存在。所以现在整个市场，第一个叫冰火两重天，第二个该起来的一定会起来。哪些该起来？北上广深一定会起来。那么当它起来以后，并不意味着3、4线同样也会起来。他说过，中国房地产市场一定以后会分成2个市场，不是过去讲的什么1线、2线、3线、4线这种划分。也就是过去对房地产市场的按照城市什么能级划分，那是过去在房价涨的时候这么划分，现在已经不能这么划分了。怎么划分？马光远说，我们会看到房子会分为2种，第一种是可以作为资产的房子，也就是那些稀缺的、能够保值增值的、能够跑赢通胀的、能够跑赢银行利息的那些房子，我们把它叫可以作为资产的房子。但是大量的房子只能用作住，所以以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会分成2个价格，一个
是能够作为投资品的房子，它的价格我们有一个收益率，我们会对它本身有一个权衡。这样的房子本身，比如说当我们讲北上广深这些稀缺城市的本身，它的相当一部分房子是有投资价值的。这马官员说，他说我们知道大量的城市，它的能够作为资产的房子比例非常低，只有20%。马官员甚至说，他说现在看20%还是太高了，不到20%。大量城市的房地产投资不到20%。他说我们可以在每个城市都找到可以作为资产的房子，但是大量城市的超过80%的房子只能居住。如果说这些房子能够居住，那么意味着它的价值不可能涨，就是只能用来住。而这个元素啊，说这些房子本身的价格，可能大家会做一个判断。也就是说，现在尽管房地产处在底部，但你让它再涨到什么程度去，基本不可能。所以未来房价一定会分化这两种。他说第一种还会创新高的房价。那什么叫创新高呢？就是超过2021年价格就叫创新高。有一部分能够作为资产的热点城市，核心资产是经过这么一个调整以后还会创立新高。有一些房价永远回不来了。所以尽管你看很多地方的房子房价腰斩了，但是说它回到以前那个高点基本不可能。从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从很多国家房地产历史上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所以到今天我们谈中国房地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清楚这个市场本身跟过去不一样。所以当你问说房地产怎么样，当我们谈房地产怎么样的时候，一定要给大家搞清楚，你谈的是哪些城市的房子，你谈的是可以作为资产的房子，还是可以作为居住的房子。那包括我们讲一些热点城市的商业地产，马官员认为商业地产经历这么一波下跌以后，我个人认为它的商业价值也在慢慢体现。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市场本身跟过去来比已经面目全非，不要拿过去的思维来判断未来怎么样。北上广深是很热，但是大量其他城市仍然很冷，仍然用价格来交换量，也就是以价换量。为什么？而整体看很多城市的房子确实过剩了，放在当前确实过剩，但是那些稀缺的城市，那些稀缺的资源，那些核心资产本身经过调整以后，价格基本已经到位。而且我们说我们的政策要让整个市场热起来，这概率也不大，也就是说这个政策其实也没有说要让整个市场楼市热起来。所以他说今天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告别过去的普涨阶段，正是慢慢进入价值分化的阶段。好的房子价值在体现，差的房子它的价格永远回不来了。马国元老师这一次这个结论可以说里面一半我是支持的，但是一半我认为他有点在混淆概念。首先一个房子要分化，这是肯定的。所谓的小阳春不过是指上海，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啊，因为上海是中国唯一的最有钱的地方，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相比较深圳，它比深圳发展的历史更久远，经过的考验更多。那深圳毕竟年轻啊，经历了才30多年。相比较北京，那上海更加市场化。所以说上海它是非常独特的，它就像一个吸尘器一样的，它在那吸引全国的资金。咱们现在也不能说它吸引全球的，在10几年前你可以说它吸引全球的资金，现在它是吸引全国资金，没毛病。所以这个地方它就类似于金字塔的塔尖，但是这样的塔尖只能有一个，不能太多，容不下太多啊，就像那个网红超市一样的，它没有办法复制，只能搞那么一个两个的在那个地方。但是比如说马官员说什么，一个是叫分化，这个没毛病，第二个以后一线城市它的房价也可能会反弹，但是那些其他的城市没有价值，那些城市房子恐怕就在底部趴着，这也有可能。也就是说马官员说的一部分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它也没有道理。哪一部分？他就说这个有20%的房子叫资产。什么叫资产？我理解的，因为他没有解释什么叫资产，在他眼中什么叫资产，他在这个视频里面他没解释。但是资产，什么叫资产？按他的意思就是可以升值的、保值的、跑赢通胀的，他认为这个叫资产。你看他后面解释了，他就只有20%的房子能够升值，能够跑赢通胀。那么这个观点我就不认可了，或者至少说读者啊、观众不能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所谓的房子跑赢通胀，从目前来看，就连上海也没有。
上海是什么？是成交量有了，但是价格还在跌，价格它并没有涨。你可以看到统计的新房价格在涨，但是新房已经说过了，新房价格涨是因为它是第4代住宅，或者什么得房率变高了等等，它的口径不一样，你显得涨了。涨不涨是看二手，也就是说你买到手之后是不是就开始跌了？你再卖，对不起，你是7万1平米买的，你再卖的时候它只能6万，你卖不到7万5，这怎么叫涨？就拿上海的豪宅来说，上海那个什么30万1平的，一套2个亿的豪宅，新房的时候是不是抢？是日光，一天就卖完。但是你要想转手，你像二手房你去卖，它卖不掉。第一个，第二个，你就降价。你看看上海多少豪宅根本就拍不出去啊！那个王思聪不是个豪宅，到现在有没有卖掉不知道，我估计卖掉了应该上新闻的。从那个1.5亿降到9000万，还在往下降。从1.5亿降到9000万，降到8000万，都还没卖掉。上海还有一个什么独栋，那个是拍电视剧的，各种电视剧在里面拍的，他已经第4次拍卖了，到现在没有拍掉，不停的降价。也就是说，新房你看的价格高高在上，还在涨，每年每个月都在涨，环比也在涨，同比也在涨，但是它一到你手上，对不起，你就被套住了。你想，所以说你指着这房子升值，马光远老师这个说的不对，还什么跑赢通胀，哪有什么通胀啊？这不都是通缩，现在资产在缩水。同在上海市，你说你30万1平的房子，或者你的市中心的豪宅，你算资产，那外环线外的房子算不算资产？都在上海，按照马国元的观点，那不算资产，也只有20%的算资产。这个20%的算资产，那上海哪些房子算资产？说它可以涨，年年涨，月月涨，二手房还涨，没见过。现在都是普跌行情，尤其是市区的核心区的那些学区房，价格跌得更狠。我们天天介绍的上海的沪漂买了学区房之后血泪史，那学区房都是10几万1平买的，现在跌到10万、8万、7万还在跌，哪有什么核心资产，哪个能保值升值？所以说在房地产这儿保值升值，这本身它就是一个伪命题。所以我说普通的观众不需要考虑这个，该考虑这个的人是什么人？你手上有钱，你比如说你手上有现金1000万，那怎么办？你不能把1000万全存银行，或者2000万，就是说你手上有现金，这个现金恐怕还不是一笔小数，那你就被迫，你是不得不考虑叫分散化，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如果你要剃头跑路，那你恐怕就得想辙，把它换成绿票子，到日本到新加坡就买房了。如果你有的人不愿意跑，那怎么办？这手上有钱，他被迫的去北京、上海或者这些地方，一部分钱存银行，一部分钱拿出来，他只好买个笼子，买房子去出租，这叫分散投资。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种选择，不是他看好房地产市场，因为他相比较而言，其他的更不能投。你投股票市场，那你这叫有去无回；你投 P2P， 你投信托，你去开个奶茶店，你去加盟一个什么玩意，那都是有去无回。你想赚点利息，人家是盯着你本金的。所以看来看去，还只有这些地方的房子，好歹还有个东西在那儿，买了之后账面怎么涨怎么跌我不管，我把它出租。那么他每个月有固定的收益，这个叫资产。那能做这种事情的人，那不是普通人呢，你说明他手上有大量的钱，对不对？我们普通人没到不了这份上，所以你就不用考虑什么，我这个房子能不能升值。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普通的牛马韭菜，那就是消费，用消费的眼光看待房地产。就这玩意我能买得起吗？买得起我就买，买不起我就买远一点的。你这核心区的我买不起，那我买3环的、4环的，4环的买不起，我买5环的。以我的实际收入，以消费的眼光看待房地产，而不是什么还投资20%是资产。说到资产，这本身就是一个投资概念，而且你还做好准备，你买了这个房子，它可能升不了值，只能是以防不测。万一出现极端情况，我在这儿还有一套房，也就是这么个逻辑。这是一种叫分散化，就是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的这种做法。所以说，马官员说20%的房子有投资价值，能跑赢通胀。这个我觉得跑赢通胀的房子恐怕现在没有。现在你目前来说你都在接盘，因为房价还没见底。你一定要记住了，他说的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房价已经见底了，都小阳春了，开始往上走了。那有些地方房子要涨价，没这可能，因为明年看只会更低。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现在房子过剩，人口下降，
你别管这房子在哪儿过剩，刚才我们以北京为例，你市区的房子是少，没毛病。但是你3环以外的房子多，你4环的房子多，5环的房子更多啊。那对吧？我租房，我钱少，那我在市区租不起，对不对？你这房价月租是8000，我租不起，那我到4环租啊，4环就变成5000，4环我租不起，我去6环租，6环才3000，对不对？我如果在北京上班，我在北京，那大家都有选择。你这个是核心区，你价格高，那你就租你高的，大家都往出跑。因为现在不是房子少，是房子过剩，大量的房子空着租不掉。这跟20年前不一样，20年前你在北京你只能住地下室，因为那没房子租给你，你要不租马上就没了。那个时候房东很牛气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房子过剩，大量人离开，对不对？那你什么叫核心区？你的核心区，你的租金再高，人家不租了。人家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便宜1半，也就是这样导致你核心区的价格也在降，还是供需关系，供应太多，需求少，你的租金下降，你租金一下降，你怎么涨价？租售比在那儿，买房也一样，我核心区买不起，我在4环买，4环如果还嫌贵，那我就5环，无非通勤时间稍微长点，所以这样就让你的核心区也很难往上涨，是吧？它必须要跌到一定的地步。当然了，那3线、4线城市就更别说了。对吧？基本上3线、4线城市就没有什么核心区不核心区，你开个车20分钟哪儿都去到了，城南跑到城北20分钟。所以马官员他这个说法一半我是支持的，也就是很多城市啊，你别指着它涨了，涨不了了。但是关于什么投资资产、跑赢通胀这些，我们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的想法就是正确的观念，就是你拿消费的眼光去看房地产，没毛病。只有你钱再多，你已经钱很多了，那你再考虑，被迫说我在北京、上海核心区再去买一套老破小去出租，或者买2套，这是另当别论。这是因为你钱太多了，没地方放。任泽平老师他的观点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他也是跟聊小阳春。他说哪些城市房子销售好？根据我们的监测的数据，冰火两重天，28分化，1线城市成交热度排序，上海、北京、深圳、广州；2线城市成都、杭州热度优先。他的观点就是3、4月楼市呈冰火两重天，28分化。那这个观点跟马官员差不多，这个观点大家也能接受。反正就那么几个城市，所谓的小阳春，大部分城市也依然我行我素，喋喋不休。人口流入核心城市核心区成交热度更高，其中学区房需求迎来一波集中释放，整体二手房成交好于新房，但核心城市远郊区和人口流出的城市成交依旧偏弱。价格上整体以价换量为主，即便是核心区都是以价换量，你得降价，所以这哪谈得上什么保值升值？仅少数城市核心区好房子出现点状价格环比上升，也就是点状，就这么一个地方一个特殊案例，点状环比上个月好像涨了一点，这个叫个别案例。二手房市场以低总价房源交易为主，中高总价房源交易较为平淡。任泽平老师在后面他就说了展望，他说核心城市小阳春热度能否延续尚需观察。你看这任泽平就相对比较务实一点了，小阳春往后还得看，并不代表这楼市就好了。如果人口持续流入，放开限购，利率下行，存量房收储加快，经济回暖等，加了6个条件，核心区有望延续复苏态势，优质房更佳。反之，楼市继续去库存。任泽平的观点比较委婉，也就是你要满足这6个条件，这个小阳春这个态势有可能还延续。如果这个6个你做不到，那就是接着跌，接着去库存。实际上大家这个时候也不要迷信什么人口流入城市了，在3年前你这么说还可以，人口流入城市的又要买房，你人越来越多，越多的买房越多，房价就会稳住就涨。但是我觉得任泽平你不能刻舟求剑。现在第一个流入的城市是越来越少，因为咱们总的人口在下降，去年只有790万的新生儿，未来总人口在下降，总的蛋糕在缩小，你说还能有几个城市保持流入状态？这个城市不多了，也就那么3、5个是流入状态。但是即便这个3、5个流入状态的城市，它的房价未必能涨。为什么？因为现在年轻人人家买房不是必须，人家可以租房，因为你房子多，对不对？
房价合适我就租啊，不合适，合适我就买呀，不合适我就租啊。你人口流入的地方，人口流入的速度小于新房，就是库存的速度。你人口流入的速度小于库存增加的速度，你还不一样库存在增加吗？是人口在流入，但是你那边新房呼呼的在盖了之后卖不掉，你还不是过剩吗？不能说人口流入它就会涨，所以一个人口流入城市一定会在减少，人口流入的数量也在减少，这是大环境决定的，这是没有办法，人口出生率在下降，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第二个，即便人口流入，你那个地方房价也不一定能涨，因为流入的速度小于你这个去库存的速度，你房子还是在越来越多啊。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年轻人人家选择余地越来越多啊，你租房也住得挺好，为什么买啊？你房子本来就是过剩嘛。所以说我们要观念一定要改，也一定要叫与时俱进，你不能这个时候还说，哎，人口流入的地方的房价就要涨，不是这样子的，你只能说人口流入的地方它跌得慢一点。所以不要迷信什么人口流入，认为人口流入就能把房价拉起来，流出就更别说了，对不对？人口在流出的地方，那房价是更是稳不住的。这就是我的观点。所以说咱们现在不要听这些专家的，这些专家还在拿过去的尺子量。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更多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更多的年轻人兜里没比脸还干净，你指望他接盘买房子，想什么呢？很多年轻人他不是没有房子，他在小城市都有房，3、4线城市他家里都有房，有的甚至还2套3套，他只是在北京上海他工作的地方没房。这个地方如果找不到工作，人家马上就回家了，对不对？回他父母家，那就有房子啊，哪儿没房？他只有在北京上海深圳这1线城市混好了，收入稳定，工资还不错，这时候他才产生买房的念头，在这长期待着念头。他今天有工作，过个半年工作也没了，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买房？再找不到工作他就回老家了，回他的3线城市，家里还有大房子。现在不就是这个情况吗？家里父母有退休金的，回去啃老去了。所以说形势发生变化，不要听这些专家的什么人口流入还房价涨，现在要考虑的是经济，对吧？怎么样经济要复苏，牛马的收入要上来，牛马的就业要提高。现在这是叫无就业繁荣， GDP 在增长，但是就业率在下降，对吧？失业率升高，牛马的收入在下降，你还指望牛马去买房？国家统计局2025年的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36231元一年，平均是一个月是3020块钱，这是全国一半人一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只有3020块钱。你让他怎么买房？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是占28%，约2.1亿人。我记得5、6年前是吧，有位大领导说过，咱们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000元的是6亿人，这数字你看都能验证上，对不对？差不多月收入3000到5000的33.5%，约2.55亿人，也就是月收入5000以下的一共是占61%。全国4.6亿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这个还不是统计局的，那叫可支配收入，这个就是就业人口的收入。也就是说，在中国，你月薪5000块钱以上，你已经是妥妥的就业人口60%以上，你已经超过这么了。那就不算那些老人小孩的那些16岁以下的，什么退休那个以上的，你在就业人口里面，你已经是属于上等。所以我以前就观察到了啊，实际上我在7、8年前，我就已经观察到，比如说不是北京，就是合肥、什么南京、西安、武汉这些地方，你别看那个写字楼里面进进出出的那些人，一个个的衣着比较光鲜，但是他们工资就是5000，有的到不了，你看上去他们都叫白领，5000以下是主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过？现在只能说更差的，现在很多公司啊，招个前台居然都有。一个前台岗位也就4000块钱，居然也能收到好几百份简历，而且好多都是研究生毕业。你说工作就难成这样了？我今天在网上还看到一个数字，这数字就更有意思了。他说，月薪3000到5000的人过着怎样的日子？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9476元每年，月均2456元。那么月薪3000扣除五险一金到手约2600元，你拿工资你就得交社保，个人所得税不用交，但是交社保你得交，给你扣掉，到手大概发2600。
这2600正好，统计局不是说了吗？咱们月均消费是2456，2600正好覆盖，每月能存下的钱就是100块钱。这个统计局很贴心，他算出来这个每个月2456块钱是怎么花的。统计局是这样的，他说食品、烟酒月均是719块钱，居住也就是租房啊或者买房，居住是533，交通通信359，医疗保健214，这个都是平均数啊。更残酷的是，最低20%的收入组，就是收入，他把收入划分组，那最低那一档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0150元，一年只有10150，月均是846元。那这些人过着怎么样的日子呢？对他们来说，几百元的新农合都要反复权衡才能咬牙交上。实际上，大家通过财政部每个月公布的就是税收、个人所得税，你就知道全国交个人所得税的才多少人。个人所得税，如果你真的要交个人所得税，你的收入就是把五险一金扣掉之后，你的收入应该在6000块钱左右。它虽然是5000起征，但是6000，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免征，对吧？比如你有子女教育，有什么乱七八糟，反正它会有一定的免征额，每个人不一样。但也就是说啊，咱们估计，也就是你把这个五险一金社保交完之后，你大概你到发的时候6000，那么你就要交个人所得税了。那达到这个水平的人才多少？全国不超过5000万，就是你在这个收入之上的人，也就是全国交个人所得税的，好像只有5000万嘛，你就知道这是咱们整个的一个收入情况。在这种收入情况下，你老想着什么房子还要涨，哪个地方人多了一点，房子还能涨上去，怎么可能？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未来预期越来越差。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的改变主要是房子多了，就大家有的选择。你现在租房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房东恨得很，你不走你就滚，就要涨价。那现在不是，现在房东都求着你，你千万别跑，不行咱好商量，就给你免200，每个月少一点。所以说楼市回暖这个还早着，我们密切关注。总之你要买房，那你就是消费的心态去看，买得起就买，跟你买车一样，不要指望买房子一卖你能什么能赚多少钱，能突破圈层，能财富自由，这个打住了，不能再被别人忽悠。这些想法要趁早放弃，不要把买房子当做一个发财机会。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